嘛呢？想偷看我的愿望？想看的话，便签1元，墨水2元，20块。石教授是没教你2位数加减法吗？财迷。剩下的18块，是我最诚挚的心意。不要太感动，这不是正式的求婚，我一定会补一个更好的。你是不是太有自信了？我还没说我要答应你呢，我还没毕业，而且我还要用更多的时间来考验你。好呀，无论多久，我都会等你的。我这钥匙放哪儿？你说？不好意思啊，我钥匙忘带了，打扰了啊。啊，还我，找钥匙吧。哎。哎呀，郑哥，我是不是来的不太是时候？别说了，扣工资吧。江总，我还有工资可以扣吗？谁让张总突然进来的？听您这态度有点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！难道办公室归的？总比某人初吻健在强一点吧？可能您这种企业文化我不太能接受，要不我就辞职吧，江总。辞职也行，但还是没有工资啊。加油，加油！